囡仔健康快乐是做父母的上大愿望，但是对罕病的家庭来讲，想要生下着健康的宝宝，往往都要面临更较大的风险甲压力。加在医疗科技一直咧进步，目前透过咨询，伫个有生的初期来做检测，就会当提早来对症落药。华视新闻团队就采访到一对小姐弟仔，两个人拢得到罕见的疾病。但是因为弟弟比姐姐较早发现甲治疗，即卖都甲正常的囡仔同款真活跳。咱继续就来关心罕病家庭的现况甲挑战。如果老了的话，我也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找谁去照顾他。吃饭、喝水。都是要由我们处理，24小时都没有办法离开。希望他将来能成为罕病儿童的快乐天堂。那你自己先走。你要说什么？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来，你把书包整理一下。好，等一下去把书包整理好，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做面包。我刚刚已经先打面团了。拜三下晡，5岁黄木行对幼稚园下课，和妈妈做伙回去处理。这时阵，姐姐玲玲已经伫门口口迎接伊，三个人要开始做伙看册。公园有鹰，这是什么？鹰。老鹰。公园有老鹰。对，四周都被密密麻麻的房子和车子包围住了。这个公园你知道在哪里吗？没有感觉，还不知道是不是？唰！只等下两个人为你妈妈伫小关的身躯边，最近真哩听故事。但是已经12岁丁玲，我都和其他同龄的囡仔同款，口语的能力、情绪的表达拢有障碍，还佫爱挂助听器、坐轮椅。每礼拜一摆复健嘛，变成是丁玲重要的课题。哦，一只脚脚跪跪，另外一只脚脚，对，我们踩下来，对，踩下来，啊，往前面站起来。嘿嘿嘿嘿嘿，可以走了哈，好开心一点了吗？啊，陈你。离客厅内底行，短短这段路，丁玲就爱拼全力。有当时行到足忝的，还可以瘫软在地，无愿意站起来，变成是无啥的抗议。因为孩子他在进步、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该会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多。那像我们刚刚如果单纯只是抬屁股的运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这个动作其实在日常生活，比如说换尿布也好、穿裤子也好，其实它都是用得到的。屁股抬，屁股抬。他以前就是也不哭不闹不笑嘛，然后慢慢的就会哭会笑嘛，然后再慢慢的就知道很拒绝我们，然后会有情绪，就是像这2年，他就很有情绪，他不喜欢的东西他就一直抗拒你，然后完全都要看他心情才可以做这件事，就是运动。运动如果他不要，他可以一直跟你哭闹50分钟、30分钟，他每一件小事都很容易让人家感动啊。其实只要他高兴，我们就高兴了，应该这样讲，对。然后只要一点小小进步，我们就觉得是很满意的。踩他，对，就这样子给他踩下去，没错，我就给他踩下去，对对对。陈宁，妹妹，陈宁，妹妹搁在抓。陈宁，妹妹，安尼哦，好，搁在抓。丁玲对出世3个月开始，就因为白听痛苦、忧痕、听力问题视力嘛无清楚，做这种病症当即出现，互爸爸妈妈唔知要安怎就好。5个月时阵去用诊断是粒线体缺陷，但是一直拢找无病因，一直到弟弟出世，丁玲的病情才出现麻木啊光。等一下，黄木人，你不要走，你不要走。直到弟弟他出生的时候，他又发病，所以那时候我的主治医生有在帮我们。他就去找说为什么他怎么了？他那个时候没有马上觉得他就是痢血体，他们就怀疑他可能是生物素酶缺乏症，对，然后最后就在我们家，就是除了他以外，因为他已经住院了嘛，就在我跟我先生还有姐姐身上在抽血，然后再
经过大概1-2个月的时间去得到答案，才确定说，他们俩都是生物素酶缺乏症。然后是我跟爸爸各带一个基因这样子。圆圆。滚圆圆，对。短哟。短哟。先滚圆圆哦。短哟。对，按摩它，有没有？可是会越变越不圆。生物素酶欠缺症是发生率1/600,000的罕见病症，会出现忧郁、呼吸的问题、听力和视力的丧失，还有平衡失常这的症状。但是和这比，弟弟木形、活泼乱跳、精力旺盛，完全看不出来，其实嘛是得着生物素酶欠缺症。最是3个月发病的时阵，因为较早发现对症下药，病情有控制。就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去海绵基金会找遗传咨询师是找对了。因为那时候真的很慌张，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虽然我有去找医生，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找到一个浮木，可以紧紧抓着它这样。那我之后有一些妈妈们，如果她已经怀第2胎，或是有生育计划的，她只要是第1个孩子是罕病的，那我就会请她一定要回去找那个遗传咨询师。每个罕病家庭都会想说，我已经生了一个孩子是罕病，那我到底可不可以再有第2个孩子，或者说是可能会担心社会的舆论啊，或者家庭的一个压力等等。但我想说，现在很多罕病都是经过遗传咨询的解释，都知道它是什么原因，那也知道基因的问题在哪里，所以就会提供一个资讯让爸妈来做一个参考。他刚洗完澡，现在还在休息啊。Hello， 丽妮，好久不见。Hello。倒立病床顶悬使用呼吸器，今年13岁丽宁，今日当用眼神和大家拍招呼。出世5个月，伊就向确诊是得到罕见的病症——严重型梁骨性肌肉萎缩症。这款的病症发生率是1/2,000,000。患者的四肢无力，而且呼吸困难。嘛因为安尼，丽宁6个月时阵就带入去监护病房。这段过程对爸母来讲嘛是万分的煎熬。他的那个洗澡的时候，他的肩膀都是下垂的，也没有任何力气，然后半夜也不太会有那种翻身。然后那时候因为一点点感冒，然后送进医院，然后医生就马上把他排住院。就一住院呢，马上就呛到了，然后呛到之后就送进加护病房，结果一住了2个月，然后那时候几乎也没有办法自己呼吸，就开始都会用氧气治疗，几乎那时候一开始就是待24小时了。你可以跟妈妈说我爱你吗？好 ，Hello。那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不舒服？还是很 OK， 很 OK 哈。好，那我们等下可以继续看电视哦。面对着罕病查囝，靠病痛糟蹋，戴凯婷夫妻专心全力来照顾，但是心内底嘛是毋茫讲会当阁生一个健康的囡仔，所以决定要阁拼第2胎。当有生的时阵，就去病院进行绒毛取样，判定是毋是有罕病基因，敢会当生弟弟也是妹妹，全部拢交予命运来决定。要去看报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应该是一片空白，对啊，不敢想太多。如果健康的话，是很幸运的。那如果今天真的他不 OK 的话，其实已经就是缘分。对，就可能会选择把它拿掉。对，因为我觉得不可能照顾了。其实从医师那边啦，他比较能够解释。就是说，在遗传这件事情上，弟弟或妹妹会不会，就是大概几率啊那些，医师都有跟我们解释过。比如说怀孕之后，那我们会做绒毛膜检查，也可以做羊膜检查。那绒毛膜检查通常都是怀孕之后 ，baby 大概是9到10周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那另外呢，也可以等宝宝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会做羊膜穿刺。那这个时候通常都是16周到18周的时候。透过这些技术取得 baby 的 DNA， 然后我们就可以预先知道 baby 有没有带有这些罕见疾病的基因。感觉可以当生一个健康的囡仔，是足侪罕病家长心内底共同的疑问。所以，和妈妈伫有生的初期，到病院进行罕病的体检、遗传咨询，变成是罕病家庭一块救命的铺幕。目前全台拢总有14间病院设置遗传咨询中心，有遗传医师和遗传咨询师提出临床的判断，帮助家长了解找出病因。讲到遗传，事实上它颇为敏感，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遗传咨询师呢就可以在医师做的一个临床上面的一个判断做得出的一些建议之后呢，他可以接手协助家长去了解这样的一个需求，以及协助家长或是他的家人呢一起来去追寻孩子的正确的病因，得到适当的治疗，可以协助预防未来生儿育女的过程当中再度发生同样类似的疾病，在这个家庭甚至这个家族里面产生。家庭内底有罕病囡仔，是家长心内底我都承受的痛，但是嘛，因为囡仔的病痛，互父母有更较侪勇气，陪伴因做伙对抗病魔，更加希望讲会当透过维团咨询，尽早对病情有了解，互罕病对所有家庭的伤害还有冲击，会当降到上低。